做完嘢啦，咁啊啱啱咧就諗翻起咧，喺個 group 嗰度咧有個酒友咧就忽然之間提起一個疑問，我好開心啊！哇，個酒友問咗我之後，我先發現我一路以為大家都會知嘅嘢咧，究竟我哋呢啲 IB 啊，呢啲酒啊係點樣買？咁佢係問我，喂，你哋咧包桶係咪就去酒廠度買酒咧？嚴格意義上可以，但係咧基本上即係今時今日嘅操作咧唔係嘅。透過幾個問題同大家講下乜嘢叫 IB 係點樣嘅一個情況 ？IB 咧指嘅就係呢一桶酒喺酒廠度蒸餾咗出嚟，但係唔係經過呢一間酒廠去發行嘅，就叫做 IB 啦。做係你做，賣同埋發行，即係裝落樽個 label 係我嘅。第二個問題，質量有冇保證？蘇格蘭賴以為生嘅主要產業就係威士忌，所以佢對於威士忌嘅法律法規條文極級嚴苛。威士忌點解喺所有酒類入邊能夠跑出成為拍品可以升值嘅原因係有賴於佢哋有個嚴苛嘅法律條文。講真一句，你求撚其，啲人又執啲嘢落去啊，科技與肯末啊，黑科技啊，佢講你成個產業係彎晒嘅，所以佢喺咁嚴苛嘅情況底下咧 ，IB 就成為咗大家都會願意信服嘅原因啦。第三樣嘢，咁你啲酒係點樣買嘅？係唔係你裝樽之前就去個廠度買？可以咁樣做，但係你唔會咁樣做。假設啦，好似呢支咁樣啦 Lafoy 佢21年啦嘛，係咪？咁如果你去到 Lafoy 嗰度，你可以買到佢支21年嘅酒咧，你喺個官方嘅倉庫度買到咧，佢官方係可以提供埋另外一個服務俾你嘅，就係你可以用埋佢個樽去裝俾你，你係可以以佢官方嘅樣子發行你支酒。打例子啊，好似我叫和明啊嘛 ，Select by。Harmony Whisky， 咁你話咁同你支 IB 有咩唔同啊？咁你 IB 冇 OB 賣得值錢，同埋知名度冇咁撚高啊嘛，你明唔明？就係咁啦，所以你可以去佢度買，即係佢有開放俾你，你有錢咁佢咪賣俾你咯。咁呢啲 IB 樽係點樣嚟咧？好多時係酒廠喺蒸餾咗出嚟之後咧，叫 new make， 即係未入桶之前啦，喺膠桶度嗰啲 new make。IB 嘅廠咧就會去買嗰啲 new make， 就裝落去自己倉庫入邊嘅木桶，寫清楚呢桶係咩酒嘅，熟成好啦，呢啲 IB 廠就一係就自己裝出嚟自己賣。我有時我哋都會試佢 sample， 哇試到哇正喎咁啊買咯。再講多次個流程喎，好大機率地我哋係透過一啲我叫獨立裝瓶商嘅倉庫嗰度去揀酒，裝撚落個樽嗰度。之後再發行。酒標有冇規定㗎？嗱，喺蘇格蘭度裝樽先可以用 Scotch 嘅，明文規定㗎啦。例如酒廠嘅名唔可以大過你嘅 label 啊。咁啊，大家有興趣咧，我下次咧就將個酒標嘅嗰個條文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咁點解飲 IB 啊？之前咪講過咯，因為 IB 啲獨特啲啊嘛，啲風味同嗰啲 OB 唔一樣啊嘛。仲有啲咩問題？下次又可以同我提出下，或者留言俾我，用人話同大家分享下。OK，飲酒先，拜拜。